上次去到最後嘅動作係，好，我哋去到呢度，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 and hit and 前 and hit， 餃子and 交叉腿 and hold 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一行1、2、3、4，第二5、6、7、8。好，第一行上次嗰一堂學到嚟呢度啦，新動作啊！新動作我哋講一隻手仔先，右手1、2，係啦，要有角嘅 angle 嘅，3、4、5、6，線落去7、8，好腳仔，我冇縮角喎，放鬆個角，7、8就可以啦。好，我哋搭埋腳仔嘅，右手右腳5、6、7、8，1，好，1係高啦，2係低，坐咗落去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打開隻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and hit， 好，8跳完一下之後喎，搭左腳包上去，1、2、3、4左手，5、6右手，7、8。我今堂最大嘅部分學咗隻腳仔先，做完頭先8之後，我係搭右腳嘅，腳仔係右腳，左腳望住時鐘嘅方向，打一步，好，變咗打開腳嘅喎，打開腳，係啦，好，跟住右腳翻嚟，望住門口方向轉右腳，跟住左腳黐翻埋。好，4下都要包，成日一齊做一次，右腳開始預備，高，1轉2，左對3，呢隻 and 4，係收手，轉一個圈嘅，4步轉一個圈，好，翻返去點，加埋手仔做咯喎，手仔係1、2、3、4，預備開始高，1、2，好，望住門口方向轉右腳，3，收緊4，好，跟住原地做4下包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包嘅時候手仔係 U 字上，U 字翻嚟，U 字上，唔係直出直收啦，U 字。